这个地动，或者中华公路因为路袂通，还有真侪人掉伫内面，有一寡人是联络袂到的。搜救人员拜五归光，总共甲82个人救落山，大部分拢是有慢性病患者、坐伙人，还有囡仔。今摆咱赶紧来连线，互咱的台记者郭碧君甲林旭凯，请因来甲咱讲今仔日的情形。 继续来关心花莲大地震了后，搜救大队伫咧中华公路的搜救行动。记者今摆人伫咧中华公路的行动基地，今摆会使看到行动基地遮已经开始收啊，因为天色渐渐暗，这个视野是无好，无法度继续这个救援行动。搜救大队今摆也当咧准备要开会，要为明仔载的搜救行动继续做准备哦。 那今仔日最后一家厝的直升机救援民众是伫咧下晡4点的时阵来到救援行动的这个基地，咱来看因的讲法。里面都 OK 没有问题了，但是就是跟外界断绝了。好了，我们这一个家都很充足了，到现在为止很充足，但是晚上过就可能就没有了。现场工作组会陪同他们外出去做这个搜救的任务。那主要的医师跟护理师会在帐篷内做这个场地跟民众的这个就医需求的处理，这样没有比较严重的状况，大部分都是血压偏高，因为年纪跟用药的关系，对。今仔日是救援82个民众，除了天色的因素以外，现场因为一直有地动尾，山顶也当咧落雨，天气无好，亲像沙卡当步道这块较有落石防山风险的所在。虽然今仔日早时有发现2个和大石头缀伫咧下骹的大体，不过因为天气甲环境的因素，也看明仔载的天气状况甲地动尾的状况，才通做救援的决定。以上是公司第一台来自中华公路的连线报道。